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清明就爱桂纸，桂纸台语安尼写，桂纸。华语的扫墓，台语就是桂纸，也即是陪墓。也毋过，这个桂纸甲陪墓也是淡薄仔无共。桂纸嘛会当讲碲墓纸，也即是献纸，都是帮祖先来修补着厝兄换新兄。用这个细粒粗角、石头，也即是砖仔角，甲这个古仔纸，甲缀伫个墓头面顶，拜果仔饼，也即是水果，安尼就完成啊。若陪墓就较隆重咯，爱传行礼、传菜碗、传粿来祭拜。通常是做新墓的前3年，也即是厝内底有大喜的代志，像娶新妇、生后生等等，安尼当年的清明都爱来陪墓。这个社会咧转变。土葬哪来哪少，拢是改火葬来浸入骨塔，也即是用树葬、花葬、海葬等等这5种的环保葬。所以，这个济人伫咧墓仔埔跪纸陪墓的景象，总有一天会来消失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跪纸实在真趣味。